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，全面防止非洲猪瘟。台湾为2018年12月18开始，针对违规炸肉制品入境的旅客祭出重罚。桃园机场嘛为2019年1月调来6台 X 光机来支援，对中国香港甲澳门来的班机的旅客100%全面来查验手关的行李，希望边境会当全面掌控无漏交。针对用喷来饲猪的猪农，农委会嘛持续咧辅导。到1月15为止，全台湾确定有1076场用喷饲猪的饲猪仔户，当咧申请检测因高温催煮的设备。但是另外还佫有114场用喷的饲猪仔场。无转用饲料来饲猪，嘛无退场的意愿，是毋是会将做防疫的漏交呢？农委会等密切的注意。这场袂当输的防疫之战，来看咱的记者伫第一线的对踪报道。我的机器有状况哦，无啥正常，你也来看一下。看到低调的猪，拢无啥精神，猪农赶紧通报。非洲猪这疫情伫中国继续咧扩大，拖到北边的蒙古共和国嘛沦陷。为了防止猪这进入台湾，各县市开始密集举办各种紧急的防疫演练。现在开始做这个场内的清点，还有这个移动管制的封锁线，把它拉起来。各县市非洲猪这灾害应变中心出动，环保署、农委会、各军兄弟嘛加入，控制疫情进行扑灭。乌空就这猪仔只大调，要对边仔这环境进行消毒、防疫始终作战，所有流程拢爱演练一摆，就惊我真正状况发生的时会混乱。竟然检疫还有70%是没有检的，只有抽检。我是觉得这当然要100%啊。尤其来自高风险地区啊！为2019年1月中开始，严格实施边境全面封关。桃园国际机场针对每一天来自非洲猪这疫区的112航班，加派卡手并且调6台电工机来支援，100%全面要查验手关行李，检疫流程做到滴水不漏，要防范病毒的进入。如果万一不幸真的有再发生在我们的案例场，第一个，这个案例场本身的状况是一定要被控制住。当然最简单的是3公里，因为在它周边跟它最接近，可是不会只有限定在这个部分，可能跟这个场有关的未必是它周边的场。比方说它可能是什么，它的上下游场，对不对？它的母猪从哪里来，或者它的来源刚从哪里买进来，这个都必须做流行病学的调查。若猪仔只确诊得着非洲猪这，那咧疫病场边啊半公里的范围内围为管制区，所谓猪仔只管制14天，活猪仔袂使再到其他县市。原来肉品市场嘛将设立检疫站，所有入场的车辆拢要经过严密的消毒。针对即马上有可能的防疫漏洞，喷嘛实施全面的联合稽查。那它稽查的2个重点就是，第一个，你今天要使用厨余的话，因为现行的规定就是你要做厨余喂养猪，一定要有蒸煮的设备，然后要达到那样的蒸煮条件，90度C1个小时。依照农委会资料统计，全台湾有7241个饲猪仔场，其中用喷饲猪的有2031场。2018年12月开始联合稽查后，其中喷处理无符合环保法规的，必须转型，也是义务退场。到1月15为止，接受农委会补助，转为饲料饲猪的有459场。决定要合处理喷的设备，并且向环保单位申请检核的有1076场，因为有114个用喷饲猪的饲猪仔场无转用饲料，也是有退场的意愿。无符合规定的业者，若是佫无要决定转型的方案，将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，交罚1200块以上6000块以下的罚款。饲超过146万只猪的婚姻关系，全国饲猪的数量上济县市，年产达超过180亿，领先全国宣布禁止用喷饲猪。不过，伫稽查时发现，四湖乡有一个饲猪仔场，伊原地用无经过高温煮过的喷伫饲猪，县政府当场罚业者6000块，这嘛是全台湾开出来头一张的罚单。今天我们来到一家只有250头猪的中小型猪场，它在今年的1月7号已经全面改成饲料喂养，而全台湾仍有60家以上的养猪场决定退场，而转型的困难到底在哪？小猪它们吃完奶了，就在休息。才刚生出来。
对，这几天有生大概4、5只。看到多出事的猪仔囝表情真满意，伊是嘉义猪农郝祥和，今年30岁，等于故乡接触来饲猪的事业已经3年啊。猪条内面的大细只猪，拢是伊的心血结晶。小猪已经移到那个肉猪舍那边了，母猪赶过来这边以后，准备让它再次发情，再准备配种。那这边就是我的种猪的部分。为种猪配种，猪母有心生煞，等这个猪仔囝长冷了，猪肉猪躯猪饲，这个猪母才阁转去育种区配种，就是这款的循环，让伊的饲猪仔场生生不息。2019年1月进前，伊的饲猪仔场拢是用喷伫饲猪，因为惊讲非洲猪瘟会来，伊甲兄弟啊参详，决定转型用饲料饲猪。因为对着因这款长期用喷伫饲猪的猪农来讲，转型其实真无简单。如果我要改成高温蒸煮，整个一套系统下来，我要再多花钱。那由于因为我只养了不到300头，我们厨余量也没有像外面其他养猪场那么多的时候，花那个钱其实是没有必要的。那不如把它改成饲料喂猪。郝祥和算过，像伊安尼细型的农场要转型，成本上加增加4成，加在现阶段有转用饲料差价的补助，为了无要互猪农感觉转型负担伤重，全台湾每一只猪会补助2200，嘉义县每一只补助到2500。以嘉义县来讲，本来总共有61个饲猪仔场用喷伫饲猪的，除了3号是合法主喷料使用的业者，有52号包括郝祥和的申请，也是已经改做饲料饲猪。另外有6号决定无要搁饲啊。现在有一些养猪户，基本上都是一些老人家在养比较多。第一点，它的饲料成本会增加，它没有办法去负荷，不想要再改来改去的，因为既然厨余没办法养了，那又要再增加饲料，老人家有些退场了会宁愿选择去退场。不少退场的部分，大概从那个猪舍和它的污染防治设施，以及拆除后这些清理费用。以及另外呢，我们今年特别来包括奖励金100头以下呢，大概是20万；100头到500头是30万；500头以上呢是50万所以呢，大概是有比87年更优惠的一个补助条件。一个牛饲料落到饲料槽，其他猪仔只开心的钱来钱去。为了食饲料，安尼咕咕叫。这个饲猪仔场有500只猪，负责人是伊，今年40岁。台湾饲猪青年联盟理事长郭家玉，饲猪10年啊，伊的猪拢是食饲料的。你每天收来的厨余的营养是你没有办法去掌控的，但是我们特别调出来的配方。我们甚至可以知道说，它一天摄取跟我们人类一样，它一天摄取多少卡路里，我们这几乎都算得出来。对了，引导猪场防疫，郭家玉真要求，车入来需要彻底消毒，可能带病菌的外人上好莫入去到猪条，等猪食煞伊会一只检查顺序，观察讲是不是有胃口无好，还是活动力无好的猪仔食，真谨慎。面对非洲猪瘟，伊就是讲要禁止喷，才有度救台湾的猪。之所以能够跨国、跨距离传染，都是最主要是靠人呐哈，当然人也有关系运输，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靠食物。以正常的防疫角度来讲，第一时间你就要把厨余禁掉，因为你不能让这个病毒有机会进入到你的食物链里面去。如果它进入到你的食物链里面去，你要消灭它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微乎其微。咱不怕1万，只怕万一啦吼。那不偌久，回做准入来啊，是不是？咱来搁开较济经费来甲人弥补人这检核所开这整筑这设备这费用，你是不是政府要搁开愈济钱来补偿这人？安尼，这是咱政府要去思考的。2017年的数字统计，台湾一年有77万吨的喷摕来饲猪，其中44万5000吨送到列管的357场用喷的饲猪仔场，另外33万吨来自学校、社区大楼、餐厅等等物件，会送到1688间无列管的小型的用喷的饲猪仔场，总共饲差不多63万只的猪。农委会最后目标是全台湾的饲猪仔场拢总改做饲料，不过嘛袂使食紧弄破碗，因为需要依照疫情分阶段处理。
希望民众尽量食物上面不要让它浪费。然后呢，处理收集过程里面把汤汤水水的先沥掉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减少它的体积。然后呢，再进去焚化厂去烧，这样子问题就会减少很多，或者到掩埋场。另外，环保署还定一个短中长期的一个作业。短期的话，我们希望说，透过一些机械设备，包含粉碎、脱水、高速发酵，这样子的话，可以在6个月之内能够有一个处理的方式。非洲地震疫情产生严重的危险，除了主管机关必须要考虑到禁止后这大量的喷要送去倒位，要有牧场的生物安全，唔爱全面去顾。无论是在地再饲料人员出入，拢必须来彻底执行消毒的作业。另外，专家建议讲，除了现有载运病死猪的挂置集运车以外，在外地去屠宰场的车嘛要到 GPS 严格消毒，就惊讲疫情爆发一发不可收拾。阻挡所有可能管道落实完整防疫的标准作业流程，这是现阶段上要紧的代志。